以我的身份认定，东王家要一告定，其实唐家的神明是不会是金子。你国家谁也谁功劳，尽管开采光年，藐视我王家，但不是我王家的恩人，哪有你国家不是的富贵？啊！
一样才是正事。与丞相金楚之女牡丹小姐是有点坏，多因亲王家派，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不料如今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呀，休命我在逼迫丹婆草堂姑苏，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里是何？唉，好不烦门成也。
去换新卡，只恐他心要将我归。我坐在门外谁在乎？今宵沈家了梁啊，今夜到书房。他为我死到书房，这叫我虽人大大去埋葬。沉迷不语呀，他到底是谁呀？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呀？梦是花样世界夜里晨，眼中有美女陪我读书。小姐来到书房，小师妹只有你是玉才呀，玉才啊！不管了，是不管。小姐，小生失望。
们万岁于下当小姐，请坐。你请坐啊！我与啊。咋啦？小姐，请坐，请坐。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呀！好一位英俊的秀才爷，小姐，咋啦？我站在远方来梦游啊，我在闭目谈判空诉门，我常把是神的张玉，真乃是无缘难把龙女情。今晚都讲小姐来，莫非言前是梦境来？不知为弟弟做事前思忖，给郎君望君孤灯怀真魂，怀冷暖随人离，苦苦情不分明，泪淡此情心
忘记要走路的。
我知道你不理我，快请我就离开。今天我只要和你生一句话，中间之人是了开手吧。说吧，这两句你听不听？哎，既有今生，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生又怎么样？
去问陈谁，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是要教训最好，但是连我当小子，要是有呀，什么包姑娘来的，白姑娘来的，也把他们当成了死人，可大了。你玩啥这些话？你到底是欺负你还是整我啊你？这又有什么要紧呢？看，劲都发起来了，我记得一定和你。好，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是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孤论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并不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3年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那是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并不没良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顾不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才弄了这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一些，必是为好你。妹妹慢走，你让我解释一句话这句好不好？我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怎么？好妹妹，我这个心怎么也不管事。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这一身的病，也不敢告诉谁，只好挨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这病谁会好你？我谁没毛病，也放不了你，好妹妹。
阿位都农村人多哦，不会弄错哦。方便大家讲，老爷在做，新房大爷艰苦扶身，才会相他我就更换一衫，而且高对妈妈这个是老爷他，作为没上他进门相嘛，艰苦家老爷，可是发高的体面，还是人家的光彩。哎呀，老呀呀，老呀！男人真是糊涂都这样。既然晓得阿青个样子个狼狈，侬为啥偏偏叫伊今朝赶进门？要是不让人家看见子，还有啥个体面，还有啥个光彩？哎，是阿青哦！哦哟，朱姑娘的你呀想呀想，今朝那总是不想着在。哎，我苏东啊，姑娘在这，那有小日的说。那从路远迢迢赶来门，哪有发数字的呢？苏东，只是告诉你。姑娘，小人绝为子言，绝无慕名得到襄阳。哦哟，我所娘之心真好啦！晓得今朝是俺姑爹服侍他手，叫他这一子不也天一他来，等俺姑爹做谁来的啦？哦，我所娘们是有面子的。他送来个手里嘛，也一定是体体面面，个光光彩彩。让我叫我头送出来，是手里去啊！姑娘，小人不知今日固定谁人，必被手里，爸爸姑娘见呀！哈哈哈哈哈！朱姑娘的门，那位只叫弄个谁里嘞？手动。真是穷困对不对啦？连道理都没了啦！阿青啊，跟侬吃饭出门嘛，比不得谁家；跟侬个新郎嘛，也该当扮个呀。姑娘，你真是母子母人的此情哦。家在花人会，母子无有起身的，只落得苦守门堂。好在，为我再帮我吃点啊！哦哟，这真是红面红不啦？干许多个中午，要是不能人家听见子们。也是早年生，后来为留子不孝顺。
人与要死了，也来向姑爹姑娘问。哦，好过好过，哥们儿你放放当率，了解也好也好。哥们相比还有那三类，那什么？自家姑娘面前还有啥个无法好讲呢？姑娘啊！小日今朝生天，一场银河10余年，有的来水银丝去，真乃是元囊羞涩少本错，得到襄阳来写好本，谁家姑娘面前嘛，为啥要放假呢？他们要多少啦？姑娘不顾把人生放于300两啊！我有个种子孙子，我开口年纪又崩去了，一开口就300两哦！阿青啊，跟侬可是上京怪好气的呀，有300两银子，怕啥个用上嘞？姑娘啊，100两做土地，100两当温家用，100两不真跟那银张上去啊！听侬这样子个讲大起来嘛，搿300两银子是要个，不多啊！搿银子忘了加多少，用上都怕得叮叮当当在了。我不到我放假介大一个人家，我都被把他介垮嘞！阿青啊，那么俺姑娘你什么？搿弟弟总得好商量个啊！都是一个嘿，我不晓得300两银子够不够嘞？这是有余啊！搿么阿青啊，俺亲眷们归亲眷，搿银子总归要归银子的呀。侬今朝大家嫁得起嘛？当算几时噶多来不还你？但等小人功名身居，必须本领后。搿也讲到哪里去了？哦，自家姑娘面前加点银子，我要啥个义的嘞？小人失言了。阿青啊，搿侬讲有子功名嘛，来接来还拨我。假如要是没功名呢，那可是讲我做姑娘讲句扫兴的闲话啦。搿功名2个字啊，岂能像3只手指头让点用意嘞？姑娘啊！小的对我自觉，自今恰比忙无言，开幕8月早晨去，9夜半多饺子啊圆，这得一袋蜂拥去，领的无要是上啊去。我可是儿子呐，当年老公公都是人啊，富贵从来是不拉远，姑娘三有再便宜，只可侬将就公王先生。姑娘啊，确实漂亮小欢心，困睡不要是绿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何况人放弃，那姑娘
是与不啊人风，侬莫比古人来比是身。你本是吏部公子在相会，何乱水府皆知名？想为我事情若难能当时，风骚你来给他当真。姑娘啊，世上一切皆应付，人间难遇百年平。虽想我事情若难分当时，看走今晚不把车往啊走，你怎能今晚把马车往啊走？姑娘我是伯牙梦里小心，真乃是世上三五千年夫，那人间刀鱼万年平。且看那古今多少道数字，潦倒一时最分那凡身。姑娘我三不精通那吕长生，我你相当也懂啊三分。我因俺看气氛为的错，全啊情啊，上京官讨说来把想起那十六情长门里，家中是只有一对儿孙黄。
大雨不到此，离别真悲要你呀，几分。今朝家发家是发过门在啦，不对呀！我今朝要一个跟家背上不了，跟一年之多的气都是用光在，民众们来家落不了，后天要来家也天了。这个样子叫我去嘛，我人家跟我家当也要被扒光在，再是挑些田金，总是听不我的呀。不家，看我总不能让你空上睡个委屈咯，可不能人家刚打起来，总归是跟我做姑娘的父亲成心。多少加点杯，红云3块。哎呦，阿青啊！来3天也好，可是来3天也好，可今朝那真是不巧你。姑娘，早来3天真奇哦，可能要早来3天嘛？可大表那个老师他都是大不是那个农场，伊拉们是来花养的。哎呀，老夫人啊，农夫不是被软不开开，那么伊拉小东姑娘是落双好事的啦，干得我同气之辈。一想就是上不了，更要是早来3天嘛，我个上不了不想了呀，我家不能在。那么是来3天哦，更要是来3天嘛，哪姑娘个谁做过东西，个做姑娘个放出去个死亡童年嘛，也好啰嗦嗦个收回来着，那么也好家不能过，个今朝啦，真是吃素胖着一肚。不巧那是不巧，是小子高兴。哎，阿青啊，跟侬啦是路远溜溜他来过，个做姑娘的无论说还不能让侬空上水个委屈的，我就是叮叮当当嘛，也要家不侬个，为上快，我不走出来呀，来了。1千随你1对，姑娘，这哦，阿青啊，这1千动
爹妈不从路上做盘穿用过，可一对你妈侬别为气，两弟子两妈稍稍的亲亲。哦，顺便来了少娘面前等我好言几句，就看我实在是无牌吧，这一点点嘛，就想表表我的心意啊。姑娘，小人虽如此有贵，请姑娘恕问，那个我农夫哟，哦哟，阿亲啊，做姑娘的说句嫁过不能这样，可是侬自家不要，甚至刚大起来，就帮我做姑娘的父亲成亲。同意上话，好夫人，一不要问那弄进去，把你好为几个东店放到门房间里，好当高不自个。好气好气司令姑娘太无心，夜雨情梦放晴，大地情万世当发天马，只欠一层啊！姑娘啊，不孝用人，不为不能放根根。上的道，中的那位知道的，府里那位辅导根。这有上的恐龙也能上天啊地。老二代也不能就比故的老大人啊！哪姑娘那个？哪姑娘那个？哪姑娘？有啥好不能讲啊？香港不南北生去，中国了怎啊困去？你我政府爱跟这个他，后来的你只要尽管草啊！农先出事啊！农到来西冲更灾，是个哪个家送什么事？干么意思？惨死个路呀！哪个家？哼，哪个家上面个就是荣耀后辈的万福分财，对象西故事也是用无啦。可是做姑娘老早就宽恕了呀，侬啦，我也不能宽恕大罪，侬是狗肚鸡胸一窍不通啦！侬个这头啦，不像东骨头嘛，也不像萝卜头，多像这橄榄头啦！哪个人家领导我呀？这头像当然是翻手翻来，手一落去，侬是大面头发。龙儿想做官啊！你这是经过世俗最上心，你头上早披风啊领，你这是拼得团成心得好真为民反不把那个心，你这是少年与为的大事对为才刮露出来上我生，心断无难翻身，千岁腾龙真等云，我老爷论来死于高官中，龙放清这好勇是成大恨。姑娘啊，别让红夫看早雨，请姑娘你是我之中要绿在哪根啊？搿朝我早上讲我对大红做来早的，搿分明是小我膝下无子，搿背后无靠呀！侬跟我早上，侬跟我听懂，我不早不中也过不年纪，早不来者，我们要做到第一者，侬个我出上啊！我看侬忙对面见笑，怎能对面？
此难翻身，侬放心在预告关注，是非是侬靠口出多传人，侬放心在预告关注，手水并未出动啊身，侬放心在预告关注，我与王母虽人兵，侬放心在预告关注，王队出过边境，侬放心在预告关注。是非是有东山十几声，那朝中文武士官人，皇帝出手保家生，东天王报是下诏，一心要灭侬都被放去。多人姑娘好教训，教的是门子风，七岁心告示慢，哈里家。我去，夫妻间那故地啊在，小人衣衫褴褛，去见故地，岂比有生姑娘的体面？一次不见也罢。好过与子欺我，干么能为这个破窗呢？小人既能来就能去的，不劳姑娘费心。我啦。看在侬娘的份上，总不能让侬为父的家乡减负到亲娘。喏，这里有点零散的20银子，侬拿得起，可不能去而复返。小人就是爷们救亲，也绝不是你人父不问银子，当真一言既出是难罪。曾经的女官在那生娘来，不管父亲生多门。好，从今的你这不管下娘嘞，莫怪姑娘这留情，接着进门站的家，回家进门关家进。小人生女，少是预料功名。万乡女公民啊，高龙听众，你这是对对路上身穿毛毛要紧要大周身早是要大把大把摇摇的铁林万参王门，林木河道上瓦门，姑娘我喊我多年对对你，三不一你放情，姑娘此夜谁不要回呀？上当女士夫人哪有反悔之理？告辞。可是我，哎呀，后羿三花，哎呀，后羿三花，哎呀，可是我这上气多对红罗帐啊，红云啊，快趁几经赶相的妹妹，你中气兄弟，中气兄弟。救命的女相婆婆呢？快叫一声回回赶出去，回回赶出去。
地生一看是三文，对一看我怕笑，你是最近那五丈庙，四大金刚的苏道啊
王彪，吩咐下去，大爷要八王正清贼。哎呀呀呀，哪来的这么多娃呀？哎呀，我在湖里，你在水里，快讲快讲快讲！你快讲，快讲！是。
我怎么冒好？用尽这为我动剑上前雕。哎呀呀呀呀！我这就不该到那未来的啊！要被三千条洞天弄起个一起，弄起个一起。我这个战死啦！侬刚刚喊我是真我，真我。那你张师傅当然我里向来看到，三十个毛毛吐气幻想，把张师傅哪个不能张死来？我那是可以去管掉个啦。好，那么侬跑进去。奇怪掉个只毛毛，到真帮着我个忙工。那这二被捕进去发报出来噻啊！三师傅，来，侬陪我忙吗？好个好陪我忙吗？我不肯信啊！好个。对了，三师傅，我到正业上事体要同侬商量。哎呦，像侬这个是你的话，我也是贴一个我来商量。事体是大个，我想讨求见姑娘。要是你肯帮我做第三房媳妇，我就不弄10两银子。项目哪帮我可收了10两银子，今晚我就加侬5两，干啥想？起码嘛30两，来10两，30两，对来叮咚，东东复杂，西端重要啥公大嘞？像是你的我这种那个人家，西方有一懂的，有的一个。三师傅，我再不弄10两银子。那，是人是儿，照书不行，一言为定。这样我擦了，让我到帮侬讨到军家牢。鸡瓜掉，前面小木头，10年老，2年去做胡子啊！老三住小妹啊。这个东西名字多了，你不上为公啊！那不追不到，一追去到。哎呀天啊天呀！我个海家娘该张天宝啊！又写了啥？哎，写了什么？我的宝宝，不是个三块老战士不？是海家人家的张普通战士不啊？我要我告诉张师傅战啥个咯？那我那你清清战啥人啊？再对我身张天宝，用不该战上我这金丝毛，我这金丝毛，一微微三声毛，清早起来把毛毛捏，泪光毛毛，压到还为我可毛，可是你为的干净掉。真是手里不长眼睛，我好在，那奇怪掉这毛毛在这，奇怪掉这个人，侬弄得一个啊！我那是真心诚意个，只要侬个阿囡配帮我做第三房媳妇，奇怪掉个冬天我来等嘞。阿囡的事体要问我阿囡自家哟。那，侬真是个胆识糊涂的
为着我在身，必须得来，要叫我赔3000两铜呀！我赔不成，那我就会死去。哟，这结果得到来的，可是你给我来做啥？一个3000两铜也能一来图，就是要弄被那种铁三郎师傅。结果了上门做堂，是你给我来做何事啦？提出条件了，就是要讨取经啦，其中一定力气强，得上相母只好讨。阿哥，我说同意了，哥哥，阿爹呀，也是我个哥才为了，当我哥才为他，弄什可以再么好，弄快我来教训个这计划。姐姑娘，侬放心，我同30伯已经讲好的，30伯啊，侬再回去，3000条铜钿没我来呢。慢，生意的王，可这要想想弄个好意嘞。生意的王，手机给我，手机给我。好个。 30伯啊，那大家县里会说你要见面我，可大吵大弄嘛是啥个样子啦？那人家来了讲，真理嘛只有一条，光理嘛有7、8条。30伯啊，俺有理讲理，来说来讲，说来讲，来。哎呦，到底是鞠金姑娘，刚起来我是一大人的，所以啊，啥人要讨一做媳妇啦，真是现世修来个好福气啦。30伯啊，是不是俺爹懂得这毛毛头嘞？真是啦，是个呀，我是几年个新秀啊，样子个这宝贝毛毛，心乖毛毛，那爹是个哪个也脑头里长上来了。30伯啊，毛毛们总要给侬哦，给侬家那个东西嘛，他要弄清爽哦。那我讲那什么东西了？那因为那年轻来就看到母啥背景，到哪里去找旺旺啊？因为呀，愚公，你激动了那种呀。